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佛王的白衣服別扔掉了，跟洗衣店老闆偷學了3招，洗完像新的一樣。白色衣服清爽百搭，是每個人衣舉裏的必備單品，但穿久了或放久了，領口、腋下很容易泛黃，扔了可惜，不扔又沒法穿。其實佛王的衣服不用急着淘汰，跟洗衣店老闆偷學的3招，輕鬆讓白衣服恢復潔白如新。白衣服佛王大多是漢字殘留、存放受潮或洗滌不徹底導致的。普通的洗衣液很難徹底清除這些頑固黃漬，而洗衣店老闆常用的方法，都是利用生活中常見的材料，通過化學反應分解黃漬，不傷衣物，旋能旋完潔白。檸檬食鹽搓洗法，這一招堪稱天然去漬的黃金搭檔，專門對付因汗漬殘留或久漬導致的頑固黃斑。首先，取一顆新鮮檸檬，切開後擠出清透的汁水，均勻地傾倒在衣物發黃的部位，確保每一處污漬都被檸檬汁浸潤。緊接着，在濕潤的表面撒上一層食鹽，利用鹽粒的晶體裂扣增加摩擦力。隨後，用手對發黃勾域進行輕柔而有力的揉搓，持續5至10分鐘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檸檬中富含的檸檬酸正在發揮其強大的化學作用，它能有效中和呈鹼性的鎮舊汗漬，充分子層面瓦解污垢，而食鹽顆粒則扮演着物理研磨劑的角色，通過細微的摩擦，將附着在牽雍深處的污漬剝離。當黃漬看起來已經蟲動後，不要急着沖洗，將衣物放入溫水中浸泡半小時，讓酸性成分繼續深入纖維納部進行大掃除。最後，按照日常習慣進行機洗或漂洗，你會發現原本顯眼的黃漬已經奇蹟般地變淡，甚至完全消失，衣物重新煥發出原本的潔白光彩。小蘇打白醋浸泡法，第2招是利用廚房裏最常見的2種神器小蘇打與白醋，通過酸鹼強聯手來瓦解深層黃漬。首先，準備一盆溫水，水溫不宜過高，以免損傷衣物牽雍。接着，向水中加入2隻小蘇打和1隻白醋。此時，你會觀察到兩者混合後產生劇烈的起泡反應，這正是清潔力爆發的信號。將攪拌均勻的溶液靜置片刻，隨後把發黃的白衣服完全浸沒其中，確保衣物吸飽水分，浸泡1至2小時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小蘇打強大的去污去油能力與白醋的軟化污垢作用產生協同效應，能夠深入衣物牽雍納部，像拆彈專家一樣精準分解那些頑固的黃漬和氧化物。浸泡結束後，你會發現水變得有些滾濁，這正是污漬被分解出來的證明。此時只需輕輕搓洗發黃部位，黃漬便會輕易退落。最後用清水漂洗乾淨，晾曬後的白衣服不僅恢復了原本的潔白透亮，旋會帶有一股淡淡的清新氣息，仿佛剛剛沖乾洗店取出一般。淘米水骨子皮煮洗法，第3招堪稱古法換新的智慧列證，利用淘米水與骨子皮的天然特性，為泛黃的白衣服進行一次深層的食料 SPA。首先，不要急着倒掉洗米水，將其收集起嚟作為基底。接着，取幾塊新鮮的骨子皮放入淘米水中，一同倒入鍋中煮沸。隨着水溫升高，骨子皮中的揮發性精油會充分釋放，與淘米水中的營養成分完美融合。待溶液沸騰後，將發黃的白衣服小心放入鍋中，轉小火慢煮10至15分鐘。在這段桑拿時間裏，淘米水中豐富的生物鹼和澱粉發揮強大的吸附作用，像磁鐵一樣將牽雍深處的污垢和黃漬吸出，而骨子皮中蘊含的天然精油則充當了溫和的漂白劑，在熱力作用下加速色素分解。關火後不要急於撈出，讓衣物在湯汁中自然冷卻，使去漬成分持續滲透。經過這番煮洗，衣物不僅能重現亮白，更會散發出滲人心脾的骨子清香。尤其的合棉麻等天然材質的衣物，既環保又養衣。白色衣服發黃不用慌，這3招簡單又實用，材料都是家裏常備的，不管是 T 恤、襯衫、船是連衣裙，都能輕鬆拯救。再也不用花冤枉剪買新衣服，省錢又環保。夏天白衣服容易發黃，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原因共同造成的： 1. 汗液殘留與氧化。夏天人體出汗量大，汗液中含有蛋白質、油脂、尿素和鹽分等物質。如果這些汗液沒有及時洗淨，
殘留在衣物纤絨中，經過空氣氧化和細菌分解，就會逐殘變成黃色的污漬，特別是在領口、腋下等部位最為明顯。二、皮脂與油脂堆積。夏季皮膚分泌的皮脂較多，這些油脂容易附着在衣物上。皮脂在空氣中長時間暴露後會氧化變黃，使衣物看起來暗淡發黃。三、陽光暴曬與紫外線。夏天陽光強烈，紫外線會加速衣物纤絨的老化和變色，尤其是對一些不耐曬的纖維如棉麻影響更大。此外，紫外線還會促使殘留的汗漬和皮脂發生光氧化反應，進一步加深黃色。四、洗滌劑殘留。如果洗衣時洗滌劑沒有充分漂洗乾淨，殘留在衣物上的化學成分在陽光照射下也容易發生反應，導致衣物變黃。五、存放不當。夏天穿過的白衣服如果沒有徹底晾乾就收納，潮濕環境容易滋生霉菌，也會使衣物出現黃斑。及時清洗，避免汗漬和皮脂長時間停留在衣物上。使用含氧漂白劑或專用白衣洗滌劑，增強去黃效果。充分漂洗，確保洗滌劑完全去除，避免長時間暴曬，盡量在陰涼通風處晾乾。收納前確保衣物完全乾燥，並使用防潮劑。通過以上措施，可以有效延緩白衣服在夏天發黃的問題，保持衣物潔白如新。清洗衣服的小知識分享到這裡了，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，我們下期不見不散。